台南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城市，那旧的东西碰到新的思维，我觉得就会造就这个城市迷人之处。老城市的魅力就是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去做一个延伸的动作，远离喧嚣的街道，缓慢的走入老的巷弄里面，我觉得，你可能就会发现新的灵魂。皮革其实跟茶壶一样，它是很温润，它会随着使用者的习惯去记录你的周遭的回忆跟感情。那时候很想要一个长夹，然后我就四处去问，然后那时候大概在4、5年前吧，然后我去问说，有没有做长夹？哪边有做长夹？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自己喜欢的，对。那我就想说，那既然没有自己喜欢的，那又是念本科系的，就是也是产品设计的，那我上网找资料总可以吧？就上网找资料，然后就网络上买了一些简单的工具，然后就自己试着开始做。然后只是一开始的初衷，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我心目中真正想要的长夹。75年次的张文燕是道地达拉米娜，学的是工业设计。毕业后曾经在眼镜大厂担任设计工作，迷上皮雕，拜师学艺，不断用时间和精力累积经验之后，选择全心投入皮雕艺术创作的工作。我觉得情感这个部分是台南这个城市特有的一个感受，对，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通常会把一些情感跟使用者的感受放在首要条件，因为我之前有就是帮忙修过一些老的包包，那这包包可能是人家的阿嬷留下来的。或者是以前较早讲嫁妆有，还是老的皮箱，像这种老的皮箱等等，他们就是很有感情、很有记忆的。那你叫他们丢掉换新的，他们会甘，会舍不得。那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就是你的就是制作方式，让他们把它去做一个修护，或者是去做一个延续。皮雕是一门需要练习与投资工具的技术。练就精湛的手艺前，可能要花好几十万购买各式各样的工具。那我们皮革我们比较常使用的叫做植鞣革。植鞣革的话，它是植物单宁酸去鞣制做防腐之后形成的皮革。手缝的工具，我们会有一个领展，我们会有一套领展，这东西叫做领展。那这一组展的话，它是日本的手工展，所以它是做9尺跟2尺的部分。简单的一个间距规，我们会在上面先拉条线。OK， 这条线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打洞的部分。使用方式是我们对准我们的线 ，OK， 好，然后做敲打的动作。拿的时候，我们的手一定要扶正，避免它去左右摇晃去敲到手。旋转雕刻刀，旋转雕刻刀。这种都是旋转。皮雕就是以旋转刻刀及印花工具，在皮革上刻画、敲打、推拉、挤压，以制作出各式各样深浅纹路。做工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毅力和技法。刀线创作旋转的美丽线条，这是皮雕工艺的第一个动作，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有完美的刀线，才能有美丽的皮雕图形。皮雕其实这个东西叫做唐草，唐代的唐，花草的草，它是一个皮雕的基本功。
糖炒并不是说它一定是有一个什么特定的形式，四方连续，左右连续是二方连续，然后上下左右就是四方连续，下刀重一点点，起刀提的时候轻一点点，这样它才会有收放的感觉，像写书法一样。对，基本上做皮雕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耐心。玩皮雕仅4-5年时间的张文彦，和动辄数十年经历的大师相比，或许资历还算浅，但设计系毕业，拥有比一般雕刻师更扎实的绘图基本功夫。所以坚持使用自己设计的草图，让作品能更贴近自己的创作概念。他深信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才有价值。我们现在在制作的皮雕是属于比较美式的，就是比较从一开始他们的发源地的制作的技法，对，然后是比较细，然后比较考验逻辑跟绘图。从摩托车椅垫、监狱皮套到象征坚毅不绝的达摩不倒翁钱包，张文彦的作品展现十足的个人创意。创作的过程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还是缓慢呢。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你的脑袋里面在想，但是你想的速度跟你做的速度是不成正比的。有时候你可能已经想，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可是你还是必须拉回来。你要把这一些东西都先慢慢的，因为你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可能范围很大。对，那我们在这大的范围当中，其实是很模糊的。你必须去抓出你真正想做的东西 ，focus 集中之后，把它的 focus 集中之后，变成越缩越小，像一个漏斗一样，越缩越小，然后缩好。沉淀好之后，你要变成是你的心不能急，你要平，就是你要比较平稳之后，确定你要做什么，理清楚，有点像对焦，就是本来很模糊，然后越来越清楚之后再去做。有时候我觉得在耐性跟平心静气跟思考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是蛮需要去注意的。以工作当下自己的手为题材。手持雕刻刀，在皮革上画下唐草纹，旋转延伸而出的刀线蔓延，转换成缤纷的彩虹色，颇有代表皮雕创作世界的多彩多姿。整幅作品以5张皮革层叠而成，手部线条与皮肤纹路细致，运用浮起的雕花层叠，让作品更具立体感。而这幅作品也为张文彦迎来第15届世界皮雕大赛 B 试组第3名的好成绩。所以我会希望觉得自己的价值是自己给予自己的，那成就感也是自己可以去创造的。身为创作者，自我成长与进步是很重要的。张文彦不断自我挑战，追求更有创意、更完美的作品。不仅如此，他更乐于教学推广及分享制作心得，让更多的人加入皮雕行列，让皮雕之美获得大众的认同。张文彦的皮雕世界就像是一个想象的艺术，靠勤劳的双手、懂设计的大脑以及铁杵磨针的耐心，一笔、一刀、一锤，打造出蕴含着时间、力道累积及匠人手作温度、细腻而华丽的艺术品。我觉得职人精神就是你用心把一件事情做好，不要因为就是你用心做好之后，觉得自己真的就做好了。职人就是会不安于现状，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你能够做的就是想办法再超越那个时候的自己。从13岁开始入门到现在已经54年了，今年我已经67、7岁了。为什么会入这个行业？以前的人就是说有一技之长，就不怕饿肚子。所以当初民国68年的时候到78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真的你旗袍是做不完的。那有丝绒那个都做丝绒，还要红珠子啊，还要红龙凤啊、红花啊，那个绣花的都有很多。
旗袍曾经是结婚喜庆场合中首选服饰，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与气候的变迁，传统有领的旗袍让人穿起来拘谨不舒服，所以愿意穿的人也就越来越少。70年代以后，旗袍便慢慢没落，直到如今，在台南要找到像郑道颖一样还遵循古法，以纯手工制作旗袍的老师傅，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传统旗袍产业逐渐式微，但郑道颖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一个人的兴趣啊，也是一种手艺，也是一种艺术了。现在我们做旗袍，我会总是做一件起来的话，我总是呢都是很有艺术感的。哦，不像以前那个旗袍是很呆板。哦，现在的旗袍每件都有包含着艺术的连体的艺术的那个氛围在里面啊，所以做起来的话，会觉得如果客人穿起来很满意的话，我们也很高兴了，从来就不放弃。它的转弯就是都用手工做的。虽然旗袍已退出主流市场，但郑道颖却不因此停下脚步，反而更勇于创新，结合流行元素，不断尝试改良，保留旗袍布料线条，也改变领子所造成的不适，让旗袍不但保有古典之美，也兼具现代所讲求的舒适。目前郑老师设计的改良型旗袍约有50多种款式，也因为他的手工旗袍符合时代潮流，所以至今客人能源源不绝。这一种旗袍都是改良式的哦，旗袍本来就是只有一个大襟哦，那我们把那个襟拉长，就是会要把人如果个子矮的话，他会觉得人比较挑高哦，所以说这一种改良式的旗袍哈，外面是比较没有看到哈。啊，还有这一件是琵琶襟啊，那个琵琶襟就是也是一种改良哈，那把那个襟部哈做出很多那个花样，像是打那个竹扣啊，哦，那做起来就会觉得很高雅哈。啊，像这一件唐襟的话，我们就给它附上2对花扣，哦，这2对花扣外面是也买不到啦，就是都是以手工制作哈，做自己的手工制作。不同布料做成的旗袍各有风格，不只考验师傅的功力，也能展现服装品味。相对于目前市场上大量机械制作的旗袍，透过客制化纯手工，更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身形与喜好，量身打造出可展现其优点的旗袍。机械是现在代替手工的一种方式，可是手工它做出来的就是机械没办法代替的。手工它的转角一定会很漂亮，然后灯眉挖角用做碎。你如果机械的话，它没办法做，它一定要车沿的，它没办法有转角。哦，那旗袍的转角有很多啊。哦，你领子到上面就是一个转角，好，那个开叉的地方，上面转角，下面也要转角，好，那个转角的地方就是要做些美感啊。快要成功了，旗袍的优雅剪裁可以衬托出东方女性独特的美。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服饰，要下的功夫却很多。因为一件美丽的旗袍，不只有古典的美，穿起来要展现身材，又不失端庄。也因为手工旗袍都是量身制作，更需要许多的技巧。旗袍本来是只有2片那2片是很简单的，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因为我们连体是立体的。那布料是平面的，你要把平面变成立体，那个工序就很多。因为旗袍它下面是小的，它要包住你的腿，包住你的小腿，把那阿那多姿呈现出来，那个美感。旗袍就是你要穿起来很美感，可是你制作的不是像平常这样车一车、红一红就转一转就出来，不是这样，它一定要慢工出细活。第一就是要整布，整布就是第一个步骤。店门内，师傅正在检视布匹的质料，紧皱的眉头
专注的神情，看似要把布匹里的每一丝纤维都看透。每个人布料拿过来，这个流程第一就是要整布了，整布要看布有没有布伤啊，有没有怎么样因为布是机械织出来的，一定有一点那个瑕疵的话，我们要给它注意掉，注意到的话，我们在裁剪的时候能够给它去掉的话就去掉。第一个步骤是整布。老师傅熟练地拿着布尺为客人丈量着，精准地衡量每一处。因为一件独一无二的手工旗袍都是手工针线裁缝出，所以每公分都要算得很精准。从事每个行业都是一样啊，你一定要细心啊。从量身，客人我们就是注意他的身段嘛。量身以后，就是布料拿到我们手，要裁制的时候一定要整布。整布以后，把尺寸都弄得很实在，裁剪下来，做起来的衣服，那就是一定不会有闪失了，那就是你要靠你的自信心了。你这种自信，就是要你把这一件衣服做给客人的时候，不能都有闪失，一点闪失都不行，就做起来就是很有精神，交给客人都一定会很满意。手感纯熟的老师傅，不需画板，也能用粉饼精准地画出一身完美曲线。细心、全神贯注于手下功夫，才能做出美丽与品质兼具的旗袍。把我的经验用在我的发挥我的能力，用我的经验，因为你要做每件事情要很有敬业感，你把这个行业看到你的生命里面。然而，这些传统手制旗袍的工艺，和绝大多数的传统工艺一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那就是从小学这一种手艺就是嫩气嫩老当时候是人家叫你做衣，你不能做二了一定要很乖很听话现在的小孩子也没办法学习那我教过的学徒也有7、8个，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在做衣服的，因为时代的转变，因为这一种工作很辛苦。你说我会放弃吗？不可能嘛！这一种技能学习在我们的身上永远是换不了的，除非你改行嘛。你如果没有改行，你一定要很敬业你一定要敬业，你才能生存嘛。在旗袍制作的领域54年，不怕苦，不怕累，坚持要做出完美而且有品质的旗袍，也跟随时代创新改良。郑道营的职人精神，就是把每件衣服都当作艺术品的坚持，用它沉稳细腻的手工艺术，让旗袍的美丽与优雅持续让世人看到。循着敲打声，发现了隐身在新美间的巷弄里，专门打造镀金的水桶和花器，传承2代近60年的龙兴亚签行。这里每一个亚签品都是老师傅亲手打造的，这种实用又具传统美感的好物，给人一种重温美好过去的温暖感觉。一般做日本时代的是叫做签叫做爱，不过伊正名了，叫是镀锌。伊是镀锌，伊是一个铁的镀锌呢。所以讲，这茶像像这底茶叶罐有无伊可能迄个茶叶迄个气，甲迄锌有无会氧化。经过半冬的时阵，人我客我讲是讲加足香，泡开茶加足香，加足好啉。亚签材质耐用又不易生锈，早期在台湾新做的水桶、茶罐都是民生必需品，如今则被塑胶给取代。蔡东宪19岁扛起家业，传承到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情感，还有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这自古早人的观念就是大囝你一定爱接这自我世界那时阵，我特别爱我就做人会
啊，你若无做，你免想要食饭啊。较早有这个观念吗？虽然现在店里的镀锌制品多以批发为主，但随着近年怀旧风潮再现，也有因为喜爱手作制品前来，希望借蔡东宪的巧手，将他们心中的物品具体化呈现。这时候，蔡东宪以前练机械制图的看家本领，便可以派上用场。有诶时阮阿伯放互我样本就对啊，啊来就是买啊这几档啊，人客要求新诶产品啊，家己画图，家己彩图来起做，一寡较特殊诶嘛是啊家己用啊。进前佫爱讲说就是，嘛是阮阿伯逼我去读册，叫我读机械制图科，叫我读机械制图科，一定爱会晓制图。人客咧来时，你甲我当制图去甲画展开。啊，但是嘛是囡仔细汉啊，叫我去读册，我就去读册啊。啊，这头先这想着，然后老爸当中计划性，就是你读机械制图科了，是机械会晓画图，展开图会晓。啊，人客要做啥物，你拢会晓啊。这些造型简约的生活器具，都是讲求精准切割以及组合的工艺作品。不同形体的立体空间组合，在拼接上更讲求经验与精准。每片铅板都像是一块拼图，为了完美拼装，制作时尺寸不能错，裁切时更需要干净利落。哎，假人安尼用起来吼，迄圆较实。无安尼讲来，安尼空空，啊，咱要凹圆起来时吼，这形体较会水。切割好之后，出边得先磨过，然后再经过敲打、扭转，让铅板互相接紧密合。这需要技术性啊，人去互你的顺序爱展开，爱个拍开啊，你个组合来。行一般外口做的工无啥共款，这是有技术性的。以花瓶为例，瓶身就是由2片等边梯形所组成，所以还要注意瓶身的弧度、厚度是否适中。这是算起来，这是它的长度，啊，画开点，啊，这个地方画起来，啊，会较切像，安尼画啦，这为中心安画出来，哦，啊，就伊的长度出来嘛，啊，伊下骹长度，安尼画啊，啊，起，啊，就这个啊，有这个圆规有无？无遐长的圆规，吼，啊，咱就要用安尼用起来。每位手作职人在创作时，最是要求工具的灵活运用。在龙兴店里，许多都是超过50年以上的老机台。只见蔡东宪每一个步骤总是拿出不同的工具来操作使用，频繁更换工具，只为了将细节拿捏得更确实。如此一来，才能敲打出耐用的器具。驼着身躯，一时敲打，一会儿则屈铅板，没多久已满身大汗，可见制作时相当的费力。也因为长期敲打，或需要用手强力扭转铅板做造型，蔡东宪的双手长满了厚茧，手指更是已经变形。啊，就做惯势啊，兴趣啊，重点嘛有兴趣啦。所以讲，人客来我就欢喜啊。阮老爸手教啊，教到侪人啊，都家己拢推开店嘛，爱帮拢收起啊，像到这阵拢弄我啊，无要做这个啊。这项传统工艺制作手重技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极大专注力、细心，才能将每个细节都处理到最好。一个花瓶就这么琢磨超过1个小时才完成。或许透过机械可以缩短工时，但手工打造的却是无法抹灭，更是独一无二的手作痕迹。啊，做这工作咱就是食这头路，学这个啊，尽量做，家己看得做满意，咱家己有一个成就感，摕互人客嘛欢喜啊。来到尾啊，正常是拢讲我就来到尾想，啊，这强要社团啊，人客来爱，
你若有需要，我甲盗用，我就甲你做啊。啊，若较技术性啊，要较悬，我若无法度，我就是嘛无法度甲你做。啊，就讲要失传啊物件，加减我甲做啊，无啊。或许一开始只是依照父亲的期望继承家业，但是做着做着，蔡东宪始终坚持老工法打造生活器具，细腻的敲锤每片牙签。这不仅对客人负责，也是自己的一股坚持信念。也唯有继续下去，这种坚固耐用的日用品的好，才有再被看见的可能。